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1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自由台湾党党主席蔡丁贵教授，2014年又到台南唐德宗纪念公园的孙中山铜像，现在被法院以毁损罪判罪加40天，将伫1月11号离家服刑。昨暗伊阁特别到唐德宗纪念公园过暝，并伫今仔日上午到市府广场。公开表明，伊抗争反对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决心。自由台湾党伫咧党主席蔡丁贵的带领之下，迎接着牌仔伫咧市府前广场表明家己的理念。蔡丁贵也表示，即届要立家乐，主要是市长赖清德角告。伊认为市长赖清德主张台湾独立，煞搁要保护孙文的铜像，这款的做法相当奇怪。伊也希望家己立家乐会当唤起大家对台湾独立这个议题重视。就是因为阮真侪民众来甲唐德宗纪念公园中央的孙文铜像甲救来，经过1审、2审判刑，我判刑40天，所以即马要去执行，所以我10月要报道，我要甲赖清德讲的理由，就是讲孙文毋是台湾人的国父。孙文是中华民国的国父，这点阮无啥物意见啦。因为中华民国毋是咱台湾的国家，伊是按中国走来的流亡政府，所以就是讲赖清德若主张台湾独立，佮甲我送去法院起诉判刑，安尼是矛盾的啦。安尼伊做这个代志是毋对的，所以我是呼吁赖清德自今年呢，2017年会当甲全台南市孙文的铜像、蒋介石的铜像，全面拢甲移除。废除非法铜像，废除非法铜像，废除非法铜像，废除非法铜像。自由台湾党大声表达理念、表达抗议，市府也针对这个事件表示，台南市这几冬来积极推动转型正义。蔡丁贵教授因为毁损罪被起诉，过程市府已经尽力协助，但司法判决已经落来，市府也感觉相当遗憾。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科技部105年吴大猷先生纪念奖得奖名单出炉。成功大学今年打破纪录，总共有7名少年教师得奖，会当讲是得奖人数上侪的一摆，也为学校争取到高度的公营。成功大学积极培育年轻的学者，成果愈来愈明显。这届下专门鼓励年轻学者的科技部105年吴大猷先生纪念奖7个名额，也互校长感觉相当的公平。当大家每一年统计说今年这个学校有几个人得到吴大猷奖的时候我们的数目都比较谦虚一点我们的数目都比较没有办法觉得一下子跳出来。今年应该是我们历史上吴大猷奖吴大猷奖应该有将近40年30-40年有以来，我们第一次。我们的数目，我们得到这个奖项的数目是最高，全国的最高全国人数的最多，还远远超过台大。那更重要的地方是，我们的领域呢，几乎每一个科系每一个学院都有。那代表什么呢？代表说我们准备好下一个阶段成大要去继续的要升或者转型最好的基础。一寡年轻的教授伫咧教学以外时间，依然用心进行学术研究，争取公营。校方因此也颁发得奖的教师每一个人10万块，要作为因的研究经费。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本身有中智能障碍手册的康宁大学进修部学生许秀娟，在国小2年级接触到直排轮的运动，经过家己的苦练，参加国内外大小比赛，得到真侪奖项，而且到处代表国家参加第4奥运滑冰赛。今年佮再度入选国手，3月份将前往奥地利比赛。对此，康宁大学特别帮伊提报总统教育奖，鼓励伊努力的精神。
画面上这位是空灵大学进修部的学生柯秀娟，虽然领有心脏手册，但是看伊伫篮球场上一人又搁一人的享受速度前进的感觉，会当看出伊伫滑冰直排轮运动的热情，也因为伊的杰出表现，互伊多次代表国家出国比赛，取得好成绩。像这样弱势的小孩子呢，其实他们真的有自己，他们自己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技术的部分，比如说他会执着在，比如说他是溜冰啊，好，或者是在其他的运动上面，或者是在工作上面，因为我平常看到他工作真的很执着、很认真，非常认真，而且上课时间还没有到，他就是在门口已经在等了，好，所以这个小孩子真的，我平常就看他很乖。学习的初期，虽然一届又搁一届跋倒，却无互伊退休，颠倒激起伊的斗志，也互伊多次入选特殊奥运选手。问伊有啥物理想或者是目标？伊讲比赛摕奖金，帮助厝内是上界大的希望。当教练可以赚比较多钱。赚钱要做什么？是要自己用呢，还是要做给爸爸妈妈做什么用？帮助家里。桌仔顶一面一面的金牌、银牌，是柯秀娟参加国内外运动比赛得来的。高中毕业了后，来到空灵大学读夜间部。学校老师看到柯秀娟的表现，决定要帮伊提报总统教育奖。希望说，不只是要让他有这个荣誉，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政府啊，我们的教育单位很重视这样的小孩子。其实他们有他们真的，他们很执着的一面，跟他们需要帮忙的一个地方。出世伫经济弱势家庭的柯秀娟，厝内两个小弟小妹也领有心脏手册。尽管如此，伊依然保持正面的态度，透过直排轮的运动，找到属于家己的自信，肯定家己的价值。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今年天狗热伫台南的疫情非常严重，市府伫去年特别加强防疫工作，互天狗热病例只有2例发生。市府为了感谢各界积极配合消灭疫情，特别举办表扬大会，要来感谢市民团体的努力。104年天狗热伫台南造成严重的疫情，经过市府积极宣导，也有全体市民共同努力之下，105年度的天狗热防治工作会当讲是非常优秀。台南市只有2个病例发生。为了感谢各区里天狗热防疫的志工，守护社区的精神，卫生局特别举办表扬大会，感谢因对防疫工作的努力。用电脑化、用资讯化的方式，但是咧回报呢，敢若靠公部门无路用吼，机关署嘛做认真咧，咱卫生局、卫生所嘛做认真咧，区长嘛做认真咧，咱里长嘛做认真咧，但若无民众，佮参与咧，伊若敢回报，咱就一个大数据，咱去分析。所以咱就无法一点，咱做歹点的，所以咱用科技的方法，而且咱台南市咱已经入围全世界智慧城市经21年。明年的4月，有迄实地考察，要公布全世界智慧城市前7名。所以咱古早做的物件，用这文书啦，用手写的物件呢，那变成电脑化、变科技化，咱就是智慧防疫的一个政策。所以到时做了袂歹，咱都会使听遐委员去社区，咱李立平啊，伊虽然是老英语咱用台语来讲了变啦咱嘛使来讲有人来翻译，你也讲我一样用济，表示讲咱是用一个智慧的一个城市。市府呼吁，天狗热是一种社区传染病，防治要成功，需要全体市民做伙动员，每礼拜检查家户内外，敢有积水的容器，确实做好巡倒路清。安尼才会当完全防止天狗热的疫情发生，保障市民的健康安全。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在地服务超过21档的议员洪玉峰，伫新的一档开始，往服务处搬迁到西门医权。议员选定上午的好时好日正式开张，毛济济支持者到场祝贺，场面相当热闹。
已经担任世界在地服务21档，自称温柔且查妹中西区议员洪玉峰，原本伫郡西路服务处，因为厝头家要卖掉，1个月前只好赶紧找新的地点，最后选择搬到小公园啊西门医院内。当时伫1月9日良辰节日正式开张。议员表示，虽然空间比过去减少一半，不过所服务甲品质拢无拍折。阮即摆搬来即个新的所在吼，是咱市中心车坎楼附近的小公园边吼，即个西门路2段359号，嘛是台南市正美食圈内底，所以阮的服务呢，和过去完全拢同款，就是讲每礼拜日的即个法律咨询时间呢，同款10点到12点。那每年的5月份的那个为市民做综合所得税的这个申报都一样保持不变当然因为停车的关系所以有哪欢迎咱所有的这个乡亲你要来坐实哪会当就近骑奥多拜是上界方便欢迎大家来甲阮指导，甲阮打，互阮这个所在会当较旺搁较热闹咧。我想你大家来甲我加油，就是互我继续服务最大的勇气甲支持，感谢大家。其实议员要搬迁的消息一传出去，一热心的选民都要来到3天，开无动工嘛特别来新服务处行搭，相当的甘心，嘛看出议员的人缘甲好人气。当然新年新气象嘛，希望有好彩头。ใน新闻管制洪博义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伫府城长景阁边原台南就立农业试验场的定景宿舍，第3档前修复以后。因为完整保留日本宿舍原味，引济注目的眼光。同时，文化局透过委外经营，要让大家感受古迹修复过后无同款的风味。市电古迹也就是原台南就立农市场定景宿舍，伫2014年2月修复完成以后，市府文化局一直朝向委外经营方向，希望成为古迹修复再利用的活教材。虽然日前经过半冬经营的空窗期，不过因为这保留日本宿舍的原汁原味，互技能哥业者嘛相当意外。3个月前转投资经营，伫其中一栋宿舍提供包括设计师所独家推出的文化创意商品，简单唔免自家用餐，以及日本浴室的足球体验。开始经营以来，互这游客专工前来穿浴室游古迹。感受唔免出国特有的日本味。来这边的话，其实可以体验到真的不一样，可以在这个都市当中遇到这样子的环境，其实真的很少。那很难得可以穿得上日本的浴衣这样子来做个体验，那搭配这样子的环境跟建筑，其实真的很难得的一个体验。因为里面还可以吃东西，然后我们就是穿着浴衣，然后坐在里面就是感觉自己是日本人一样。对，然后主要是它里面还有卖一些商品就是可以逛。对，然后如果穿着浴衣到隔壁泡茶屋，就是榻榻米那个感觉更像就是日本的感觉，对，感觉很棒。当然，除了游客以外，近年来嘛纷纷成为老师带幼稚园小朋友户外教学地点，以及新人翕婚纱、感受怀旧气氛的新选择。业者表示，因应游客需求，伊嘛阁推出户外野餐的服务。同时，伫过年期间，要想出新的创意来吸引消费者，邀请民众做回来感受古迹修复过后无同款的风味。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消防局第7大队为了迎接新的一冬，会举办大型的防灾防火宣导，同时透过闯关活动，
互民众伫趣味当中学习消防教育。今年因伫亚南的创意卡书之下，嘛特别制作宣导影片，邀请大家1月15号到台南文化中心假日广场，伫欢乐的猎豹气氛当中，学习守护生命的重要。由东门分队员郭正宇两位优秀的亚兰林群友甲林博宇，利用轻步的康胖参考卡迪诺狂新闻的趣味概念，大量使用多样影片剪辑，同时结合网络流行的文字甲笑话，才5天就完成红会宣导，真正互人印象深刻。2部曲身上着火怎么办？先来看一段错误示范强国屁，还教您如何饮用火加酒。我是瑞奇马丁，你有没有听过停、躺、滚3部曲？当你无意间变身为火人时，一停止手边动作，双手捂住脸部；2躺在地上，3滚球8孩子，然后你就可以吃土了。不试试可以熄灭身上的火哟！强国屁还948794狂，最后记得停、躺、滚3部曲，没事也不要乱玩火哟。今日消防局第7大队每一档透过无共防灾防火影片制作，拢无共的想法甲创意，不但吸引大小朋友的眼光。历年来，我们是用这种创意发想的方式，那用结合时下的各种流行的元素，希望能够吸引各方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那这么多年过来，也吸引到不少人的注意。我们每年的参与人数逐年在递增，那小朋友带着家人一起过来，把这个防火、防灾、防震的知识也带入家庭。当然，除了使人印象深刻宣导影片，第7大队1月15号下晡3点，伫淡市文化中心的假日广场，也有各种神奇宝贝要来担任闯关游戏的关注，让大家伫趣味当中了解火场特性，并守护生命的观念。希望可以说，在这次的闯关游戏，那引起大家对于这些防火防灾的重点的认识是。那我们在宣传短片上面又有很重要的3个观念3部曲。每一档伫1月19号前后，第7大队所推出的防火宣导闯关，除了希望更较侪人参与，嘛是希望新的一档零灾害为来年来祈福。电新闻军及郭国宇采访报道。拥有多项美食专利的挑大师，除了煮食，阁有另外一项兴趣，就是盆栽造景。特别的是，伊时常会将一寡老旧的盆栽运用技巧，创造出一片互人会当慢慢欣赏的小小景观。这寡小小的盆栽内底拢藏着互人料想袂到的小小创意，这拢是美食创作家挑大师伊的作品。其实除了煮食以外，挑大师也会利用有闲的时间，创作一寡作品，累积心中的创意能量。我除了平常这研发这个智慧食材之外我另外一个特别的兴趣其实讲已经有40档的历史因为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在更孩子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树跟石头就特别的喜爱那大概成年之后，对于这个涉猎又更多了我喜欢把我们的传统的东西，譬如说这个砖、石头瓦片，大概是100年之前的东西，我想要把它保留下来，所以说岁月的痕迹大自然的缩影，我就用一景一物一个造型来做出一个盆景的故事所以我擅长使用我们丢弃的瓦片还是古早砖或者地砖我都是我用的素材之一。这个跟我做菜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我的脑波都是很活泼的。我想创造一些东西，就是说跟人家不一样的。我不但要去追求美，而是大家不要的、不喜欢的旧的东西，我会把它变成一个新的、有生命的一个价值。因为欣赏这寡特别的水，会当涵养心灵，让人得到平静。同时保留这寡台湾早期留落来器物，更是会当见证曾经行过的台湾历史分裂，也让原本要废弃的物件会当重新再利用。今日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寒热无稳定的天气，呼吸道容易感染肺炎链球菌，来引发肺炎等并发症。
尤其血友病朋友，若是无细腻感染，治疗会比一般人较困难。对此，知名大药厂特别关注26支肺炎链球菌疫苗，予台南市立病院血友病综合治疗照护中心，鼓励朋友接受疫苗，预防疾病的危害。血友病的朋友因为凝血功能较无好，所以更加爱注重预防性治疗来降低出血。对此，辉瑞大药厂伫1月9号来到台南市立病院，特别关注26支肺炎链球菌疫苗，予血友病朋友，避免因感染到肺炎链球菌来引发肺炎。今天这个血友病虽然不是很常见的疾病，但是他们也是特别需要保护的一群。我想我们医院在我们的肿瘤科、血液肿瘤科李主任大家的努力，事实上这几年对于血友病的患者都有一些整合性的一些照顾的医疗那么我们会继续的努力。那么我想在这个季节该开始寒冷的时候，那么也谢谢这个辉瑞公司能够想到这些比较危险，就是说在受感染的危险风险比较高的族群，特别能够抛砖引玉那么捐献一些这个有用的疫苗就是这个血友病呢，其实它的整合医疗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辉瑞秉持着就是回馈社会、关怀病友的精神。那其实我们也一直的在推广就是预防的这个概念。那预防重于治疗，那其实病友们只要好好的预防保健的话，其实它可以提升他的生活品质。台南市立病院血友病自民国102年成立综合治疗照护中心，整合会以肿瘤科、骨科、复健科以及气科等相关的科别，提供血友病完整的照顾，也积极推广预防性治疗，提高血友病病患整体照护品质。接到肺炎链球菌疫苗，就是希望因伫自身疾病的防护以外，也当落实预防性治疗，来达到双层的保护。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迈入高龄化社会，慢性病人口愈来愈多。伫以病人为中心的门诊综合计划之下，基比病院嘛开设高龄医学综合门诊，2年来已经服务8000多人。充分改善病人一摆看真侪科，以及重复用药、重复检验的问题。有一位老先生因为患有多种慢性病，原本伫台南多处病院就诊，用药的种类真多，后来因为食药了后身体无爽快，到了基美医学中心的老人医学科高龄门诊就医，后来发现。药物当中有一寡虽然名称甲外形拢无共款，但是成分是相同的。经过老人医学科的整理之后，只需要服用6种的药物。透过这种整合，不仅会当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也会当减少过度用药的副作用。那我们希望让我们的一些病人然后知道说怎么样来利用这个门诊，包括说你也许跑很多科。那吃很多药那或是你从来没有来过奇美医院，那今天第一次来不知道看哪一科，那都可以往这个门诊来这个做挂号这样子。患者也已经在那个他的健保卡里面有云端的资料，所以我们医院的系统他可以那个插健保卡进去的时候就可以弄得很清楚。那病人在哪边开过什么药，日期是几号然后吃了哪些，然后还剩几颗，其实都知道。所以其实我们从患者的云端药历那就大概可以知道，那就是病人去哪边看过什么样的病，吃过什么样的药。为了提供更加好的治疗效果，也甲药剂部合作，为多种用药的病人主动筛检，让病人用药更加安心。基美医学中心也将高龄综合门诊为2楼刷到1楼，让老大人会当更加轻松的就医。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的天气，温度19度到23度。第6号，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
感谢你收看1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